提前一晚醃咗2個牛展，調味料好簡單，我就放咗豉油、蠔油、紅燒汁同埋糖，將佢放入高壓煲度壓30分鐘。之後嚟炒一個罐頭鯪魚油麥菜，呢個算係比較經典嘅廣東菜式。將啲罐頭鯪魚炒香之後，就加入油麥菜，將啲油麥菜炒軟身之後，加少少白糖調味。如果你覺得唔夠鹹，可以加啲豉油或者鹽。簡單又好味嘅油麥菜就煮好啦，色香味俱全，真係好正。今晚我仔點名要食臘味煲底飯，咁首先要響瓦煲底掃啲油，之後將啲米倒入去，啲米記得提前浸2到3個鐘，如果唔係好容易會生米，因為啲米浸過嚟，所以水唔使加太多，啱啱冚住啲米就夠。冚蓋開火將佢煲滾，滾咗之後我哋將火調到最細，打開蓋將啲臘肉、臘腸放入去。冚返個蓋之後，喺鑊邊淋一圈油，開最細火煮大概12到15分鐘就 OK。最後將牛展撈出嚟，如果你有時間，最好就攤凍或者放響雪櫃過夜，咁樣切出嚟先會夠靚夠薄。不過我比較趕時間，個仔話肚餓，所以即刻切出嚟食先。放幾條芫茜裝飾下。醃咗一晚嘅牛展真係好入味。老公同個大仔出去打波，細仔肚餓，所以我哋食先。開飯啦，一家人簡簡單單又一餐。